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和本圣经在110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耶和华见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贰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以上，请本堂正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无愧的良心”，是无愧的良心。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平安经过一个礼拜，献上满心的感恩，也为了主日，我们仍然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也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夜的灵命操练中间，我们已经进到最后一课，要学习到如何活出无愧的良心。求主你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就赦免我们的软弱，你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坚强，让我们一路的经过了怎样子去对付我们软弱的良心，我们也建立了我们要敏锐的良心，我们就拥有清洁的良心，最后我们就要活出无愧的良心。求主帮助在这个灵命操练中间，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拥有无愧的良心，就能使我们的爱能够生出来。求主眷顾我们，求主赏赐我们每个人谦卑敬虔的心来敬拜你，赏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进入灵命操练的最后一课，无愧的良心。今天同时也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是从主耶稣复活之后的五旬节，也就是第50天。主耶稣复活之后，在40天的时候，他升天了。他要使徒们呢，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他们就必得能力，能够到地极传扬福音到地极。果然是所以我们继续算下去，就是有7个礼拜。复活节4月8号开始有4个礼拜。在接下来那个主日呢，就是我们的圣灵降临节。刚好今天是我们的灵命操练的最后一堂课，我们真的需要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虽然我们受洗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领受圣灵了，圣灵应该在我们心中在自由运行，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老我们的自我还是过于大于圣灵的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能够将领受主让主的圣灵的力量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力量，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我们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心中能够运行。所以我们已经上过有关圣灵的课，是满有圣灵或是圣灵充满。在圣灵降临节里面呢，是圣灵第一次到世间来因为主耶稣升天，所以他差遣的圣灵到保惠师到世上来，是要帮助我们，他就内住在所有受洗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受洗的人就应该祷告说，求主的灵自由运行在我的心中，让我的老我，让我的这个自我呢能够说越小，让神的就能够运行。但是我们有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常常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特殊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祈求圣灵能够充满在我们中间，你能够行异能，
你能够赶鬼，能够医病等等，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充满圣灵。我相信这些课我们已经上过很多次，我们大家应该了解。就是在今天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耶稣升天之后，他差遣的保惠师圣灵到我们身上来，到我们世上来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经节里面今天的新眼光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也跟着经节呢也是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有关圣灵是做什么的。圣灵是来要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来是让我们有力量，能够抵抗这些罪，能抵抗恶等等这些。盼望圣灵降临节里面再次的提醒，你可以看我们前面的周经的地方，我们改成是红色的，代表是一个圣灵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火热的心，愿意来传扬福音。盼望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特别记住这些事情。那今天也是我们讲到灵命操练的最后一课。既然是灵命操练呢，牧师就要不厌其烦的再次的提醒大家。前面讲过这些，还是会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应该是爱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些总纲。要是没有爱的话，你能愿意为人舍命，你能够移山倒海，你能够行异能，你能够行神迹，都没有用的，与你无益的，只有爱才有用。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我们也想这样子啊，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新的诫命，爱就是只有一条，不是10诫，就是一个爱而已。你爱神爱人，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行不出来呢？原来这是需要操练的。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我邀请大家再来念一次。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所有的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的命令告诉你，就是为了一个爱。这爱要怎么生出来呢？原来你要有清洁的心，是 pure heart， 就是那些一开始的时候是神所起初创造的那个不受污染，已经没有被是起初的那个非常 pure 非常真的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的这个心呢，你原来神都已经创造给我们了。然后还加上你的良心，常常会成为责备我们，或是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是非善恶的，就是无愧的良心，是一个 good 的。然后到明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到信心的部分，它是一个无畏的，没有虚假的信心。最后呢，我们就盼望我们能有纯全的爱心。我们盼望1年的1个月里面呢，我们这样的心思重建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健康，能够有纯全的爱心，成为一个纯全爱心的基督徒。去年我们已经学了有关清洁的心思，对付我们的不信、怀疑，然后要对付我们的情欲，对付我们的羞惧，以及对付我们会论断别人。今年我们学的无愧良心呢，我们进到第4课了。这4个里面，前面的这个动词有4个动词，其实是告诉我们这几个课我们要学习什么。第一个，我们要对付软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软弱的良心，我们如何去对付它？然后有关敏锐的良心，我们如何去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有关清洁的良心呢，我们应该拥有清洁的良心。在这边的清洁，我们都是属于 pure 的这个意思哈，因为华语的翻译，或是纯洁也是很好的一个翻译啊。然后最后我们应该活出无愧的良心出来。我们每一个礼拜里面用不同的例子在讲软弱的良心里面，我们提到那个因为要吃祭物到底能吃不能吃，因为你不是真明白，所以你就产生了良心不安的情形。所以如何能够对付软弱良心，告诉我们要知道真理，知道真知识。你知道真理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话，你自然就不会有软弱的良心的。你知道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建立敏锐的良心的时候呢，我们讲到那个法利赛人跟这个税吏，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是说，我不像那个那个人一样，我没有不义，我没有奸淫，我没有勒索，我1个礼拜禁食2次，我所有的东西我都11的奉献。他高举了自己，还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的良心乃是迟钝的，不像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垂着头，连望天都不敢捶胸，求主开恩在这个罪人的身上。我们有这样敏锐的良心，我们应该建立敏锐的良心。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清洁的良心，我们希望拥有清洁的良心，我们用施洗约翰。
所以约翰在母腹的时候呢，就已经圣灵充满了。他知道他出来的命定是什么，他要行在主的面前，行在主的前面，要为主预备主合用的百姓。他真正就这样走，从小就淡酒浓酒不喝，长大以后还在旷野去生活，不被社会的这些污染，就是不好的东西污染掉，所以他能够到群众这些百姓之间来呼吁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大家就真的相信他，就跟着他走到约旦河里面去受洗，受了悔改的洗。我们看到的是你如何能够拥有这清洁良、那 pure 的这个良心在呢？我们从他学习到。今天我们要来看呢，乃是一个能这样活出无愧的良心。经过这3个礼拜之后，最后应该活出无愧的良心。前面这个都不是目的，那个都是一个手段，或是一个方法，一个过程而已。最后是要活出无愧的良心。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从税吏撒该的身上，我们要看出他怎样活出无愧的良心来。我们先看我们良心到底会不会有亏欠呢？我们相信有几句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良心不安，你会不会？但是我们通常都讲别人你会不会良心不安你有没有摸良心我们不做亏心的事，我们都会讲到别人去。但显然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良心都可能会有亏欠。人家没有人指责你，或是这个事情别人根本不知道，但是你自己会觉得非常的不安。表示说我们有一个良心，会感觉到我们会有亏欠，也是因为良心会有亏欠感，所以才有让我们能够想要怎样去追求，我们想要去追求那个有无亏的良心，让我们能够非常的安心，我们都不会觉得不安，就过有一个无亏的良心。是神赏赐给我们，就是像让我们有这种在良心上呢，常常会有这种亏欠感之类。所以我们的良心要是那个 pure， 要是清洁的话呢，我们良心就可以是无亏。无亏的话就是没有亏欠，或是无可指责的意思。每一个人都看为好，是一个 good 的东西。那良心假定是一个无亏欠的话呢，那良心自然就是一个 pure， 是一个清洁的。我们看到今天所看的这撒该呢，他是一个良心敏锐的人，他常常觉得自己良心有亏欠。最后，他终于得着清洁的良心，也开始过着良心没有亏欠的生活。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的记载里面呢，10节经节里面讲到，主要讲到2个人，一个是撒该，一个是耶稣。他们2个之间的，我们看他的互动，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对话等等这些，我们要来学习。第一个，我们先看撒该。撒该他乃是一个良心亏欠的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税吏长。还是个财主，但是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税吏长，我想大概就像我们现在的财务部长吧，在当时是一个也是非常地位崇高的人。他因为那时候罗马政府他们的税则的方法呢，他们是用包税制的方式，也就是这个城加利利省你大概今年应该上缴几千万。然后就交给一个人，愿意谁来承包，就是撒该去承包了，然后他就必须去收到钱就上缴多少钱去，但是他到底收多少钱呢？好像政府也没去管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财主。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务人员上班领这个薪水，不可能成为一个财主，他可以成中等家庭、小康、中康的家庭，他不可能成为财主。成为财主显然是他另外有额外的收入。后来他自己的讲话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他有讹诈别人的时候就怎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原来是这个制度造成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成为每一个人不喜欢的人，因为你多说起了不应该说的。那这个撒该呢，他听到耶稣要到耶利哥城来，全城的人都去看他了。他一定会觉得很稀奇，这个人为什么全城人会去看他？他一定也听过耶稣曾经在各地行了神迹，教导了天国奥秘的真理等等，还有医病赶鬼等等这些，所以他也想去看这个耶稣。我们后来也会讲到，他为会有这样的，我相信他有亏欠的心，就想到要能够如何能够让他心能够安，所以我们看到他想要去见耶稣。可惜圣经特别记载他讲身材矮小，
他在众人中间，他矮小，他当然看不到。人家要不让他到前面去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看到。所以可以间接的证明到，他是一个众人所讨厌的人。我们常常在看热闹的时候，有比较矮小的人，我们就请他到从前面来就好了，因为他不会挡到我们啊。他也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撒该是个矮小人，人家不愿意让他站到前面来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景象，好像他一直要挤进别人，一直把他挤走一样，这样子就让他不愿意，因为他是众人所不喜欢的。他不得已，他只好跑到前面耶稣要经过的地方的一棵桑树上，爬上树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这个镜头，一个财务部长爬到树上去，大概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镜头，但是他为何愿意这么做呢？你可以看见是一个渴慕的心。其实圣经中面的描述很多可以简单的描述，但是你可以去想象到中那个人的心态是如何。撒该成为一个财务部长，他愿意在众人大家都看不见，他也没有叫一个兵丁来，或者叫人让他抬高起来让他去看，自己爬到前面的树上还爬上去看，可以看出他自己里面的亏欠，想要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也看到他的渴慕的心。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耶稣原来他接纳了撒该，我们看到撒该虽然不被众人接纳，但是耶稣呢却注意到爬上树上的撒该去了。这么多人在，有人爬上树上，耶稣怎么会注意到呢？耶稣注意到了。耶稣不只注意到他面前还停下来，然后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记载在第19章第5节后半段。这表示耶稣怎样？他接纳了撒该为他的朋友。你会到你敌人的家里面去，说我要去你家吗？我相信逃都来不及了，还可能去那个地方呢？显然你把他看成是你希望要交往的，你希望认他为好朋友，你希望跟他有进一步的互动，你才会说我希望能够到你家里面去。一个从来不被人家真心接纳的撒该呢，他当然就非常的高兴。众人都要去找耶稣，他没有跟任何人讲说我要到你家去，只有针对撒该说我要到你家去。所以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圣经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第6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我们可以想象中他心里面是多么的高兴。众人呢反应是怎样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过去这段时间呢，他医病，他讲这些天国奥秘的真理，他改变了世人的这些价值观以及生命的这些态度，可以证实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但是今天他竟然到表示要接纳众人所看不起的这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第7节的地方讲说，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种是一种指责的话，他竟然到那边去。我们常常也会这样讲，他竟然怎么样了，就不应该的事情他做了，我们就会这样子讲。原来犹太人的他们的想法说，你不可到不信的人的家里面去，跟他吃饭也不行，到他家里面去也不行，更不能住到他家里面去。所以彼得第一次在哥尼流到他们家里的时候，他要带人一起去来作证他去里面是做什么事情，甚至到后来还被人家指责你为何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众人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是耶稣要这样子做呢，原来他是要救这个撒该。所以我们看见呢，虽然众人呢他议论纷纷的，但是撒该他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天人交战。而对耶稣呢，他决志宣告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我不知道我们用简单的算术算一算的话，你觉得撒该还会有钱吗？我相信他已经破产了。他一旦破产，他为何愿意这样呢？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他良心要得到释放。他虽然放弃了钱财，但是他可以得到无亏的良心。因为耶稣接着告诉他怎样，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告诉他，今天救恩要到你家来了。主耶稣来是要寻找失丧的人。
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失丧的人、罪人才需要耶稣。那些自以为义人，他不需要医生。所以耶稣他看到撒该这么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今天救恩已经到了这家。所以让我们看见救恩呢，它可以使人改变，可以使我们得到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要活出无愧的良心呢，其实非常重要。你不是自己就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你乃是有主耶稣的救恩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才可能活出那个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正在学习，今天是要结束的时候，要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呢？我们前面这三堂课呢，乃是告诉我们：第一个，你应该对付软弱的良心；你要建立敏锐的良心；你要拥有清洁的良心；最后，你才活出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以撒该的例子来看，他如何经过这几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他对付软弱的良心里面呢，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合规定的，因为没有被检举，没有被关起来。但是合规定或是合法，并不一定合理。在我们社会中，常常有这种情形，你觉得非常不公平，但是呢，没有办法，大家都拿他没有办法。似乎是合法，似乎是合规定，但是确实不合理，所以才会常常在那边改法，或是修正，还是怎样？因为它虽然规定出来，但是显然是不太合理吧，所以就必须要修改。我相信你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有关这方面的。撒该他自己也知道，他知道他讹诈了人，他多收起了一些，没有被抓去啊，因为这好像是规定就是这样，你只要我是包税制，你只要缴给我多少就好了。但是他觉得他的良心是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怎样，他知道他有一个软弱的良心，所以他希望来求我们。在讲软弱良心，就是你要能够有知道真理、知道真知识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避免掉软弱的良心。我们看到他有这样子，因为他想去看耶稣，耶稣代表的乃是一个善的源头，他要寻求那个善的源头，他要知道如何能够让他在这个软弱的良心中能够重新再站立起来。第二个，我们看他如何建立敏锐的良心呢？我们看法利赛人跟税吏的那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你的良心是不是迟钝的？你在身心灵上面是不是迟钝的？法利赛人他的良心就是迟钝，但是呢，我们看到撒该，他知道虽然是合理，但不合理的时候呢，和规定不合理的时候呢，表示他的良心是不迟钝的，他良心乃是一个敏锐的。但是你有敏锐的良心，你必须像那个税吏一样啊！他知道他非常的他是没有办法仰天看不能就是看天的，他只能低着头，他只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到前面来。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父啊，开恩，我这个罪人，赦免我这个罪人。所以撒该也是一样，他知道他耶稣呢能够帮助他，能够赦免他。因为他在耶稣还没有说救恩要临到之前，他就先认罪，他就先悔改了。他就说：“我要把一半给穷人，然后我是讹诈谁就4倍还给他。”救恩尚未临到之前，他就知道，所以显然他是一个敏锐的良心，他建立了一个敏锐的良心。我们看有关清洁的良心呢，施洗约翰告诉我们，他非常清楚他的命定到底是怎样。那我们看到。撒该他知道他的命令是一个税吏，但是怎样？他帮人家多收起了，他讹诈了，所以他知道他的职分，他要回到他的职分应该有的，不应该讹诈，也不应该多取，所以他谦卑的提出他的补偿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他起先不是站在他命定的位置上。不是站在他的职分身上，但他知道他错了，他又有敏锐的心，他来求耶稣，知道靠耶稣能够得到重新能够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拥有了清洁的良心。他提出了被谦卑的提出他的补偿的这个计划。
他已经就像施洗约翰在传扬叫天国近了，大家悔改一样，那些人也悔改了，所以他也是悔改，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表现。他为何能够这样呢？明明我们稍微算一算就知道他会破产的，但是他愿意这么做，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拥有了清洁的心思，他已经知道他的命令在什么地方，他知道神要他走的是乃是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他的生命一定要得到改变，是悔改生命改变之后的表现。所以最后我们就看他已经活出无愧的良心。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今天救恩要到这家，他已经有了救恩的确据了。然后他开始过一个怎样没有亏欠的生活，不再良心不安了。这是一个我们所要学习的。你如果能够活出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现在是以撒该为例，我们以自己来看呢，我们回来想想我们自己，在这几个功课中间，要对付软弱的良心，要建立敏锐的良心，要拥有清洁的良心，最后要活出无愧的良心，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你才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呢？第一个，我们要对付软弱的良心，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吗？是合神心，常常会不合神的心意吗？还是我们有自我感觉良好，别人怎么讲都不管他，哇，自己很好啊，自己觉得非常的好，并不是自己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完全有限，是一个罪人，甚至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要是没有这种认知的话呢，你不可能会觉得你的良知是软弱的。第二个，我们既然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悔改。怎么去悔改呢？当你认识真理之后，你就知道了，你就能够去悔改。有些人知罪，但不一定会悔改的。你看那些飙车族，其实随便能够去打人，经过去打人之后，你问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事情对不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喜欢啊。知罪不一定认罪。你有软弱的良心，是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但是你必须要知罪，必须要认罪。像前几个礼拜我还特别讲到说，问了一个问题：单单祷告可以使你的罪得到赦免吗？这句话当然有一点点模糊地带在。祷告什么东西，我们没有讲内容啊，我只是讲单单祷告的话，可不可以使你的罪赦免？我们大部分都讲会啊，因为祷告正是我们在讲的事情啊。但他主要要强调说 ，no， 你必须要悔改认罪，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祷告是非常重要，没有错。但是你祷告中间只是在颂扬，都没有为你的罪求赦免的话呢，认罪的话呢，你的罪不会得到赦免的。认罪非常的重要。你如果能够认罪呢，你知道罪还要认，但是你如果能够知道罪呢，因为你明白了真理。圣经中间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非善恶在什么地方。当你越认识真理的时候，你越知道你哪边应该是对或错，所以你就知道越能够知罪，同时更知道要去悔改。第二个呢，我们要怎样来建立敏锐的良心呢？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己的身心灵是软弱不完全的。还是我们是一个很迟钝的无所谓呢？别人也是这样啊，没有什么关系啊。社会就是这样的，有什么关系？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受到污染了，很多情形觉得社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在婚姻的例子上就常常看到，好像这样也没什么关系。我也曾经举过例子，上次到澳洲回来的路上时，就是看电视好了，看那个飞机上的电影，里面有3片，有2片都是讲到那个男女第一次见面，然后就在一起了，然后结局是完美的。我相信你看到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啊，完美的啊，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明明圣经的教导不是这个样子，你不应该有婚前性行为，不应该同居，不应该有合法的婚姻的关系之下发生的任何神所不喜悦。但是你看我们社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你不知道你已经 LKK 的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良心是不是已经故意迟钝了？故意迟钝到不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我只是讲最清楚的这个例子，太多例子了。圣经中间给我们教导这么多，
我们难道是迟钝到都不知道越过看过？因为时代已经改变了，这已经不合时代了，是这样子吗？圣经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没有改变过。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就改变了，不，它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真理。是不是我们的良心迟钝了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身心灵的软弱不完全吗？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建立敏锐的良心。你知道能够帮助还有能够赦免我们罪的源头是谁吗？还是你只是随便找一个偶像，然后就敬拜他？昨天周六礼拜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青年来问我一些问题，然后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人他不信主，但是他常常祷告，不止常常祷告，还替别人祷告。我就觉得很奇怪，问他说：“那他是向谁祷告？”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要问我说：“这样有效吗？”我说：“他是真的不信主的话呢，那我相信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依靠谁啊，怎么会有效呢？”你知道能够帮助你、能够赦免我们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吗？你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就知道你要依靠谁才对啊！不是随便去讲到人家讲什么就去哪里去抓什么就抓什么，好像已经要溺水的抓到一个连芦苇这些都你都认为能够救你一样，是这样子吗？我们的敏锐良心是这样吗？圣经里面在历代之上、历代之下7章14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敏锐的良心里面呢，这一点这个境界对我们非常有用。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他要怎样？自卑、祷告、求神的面，然后远离自己的恶行，他就要再次的垂听我们的祷告，要赦免我们的罪，要医治我们的土地。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开了一条路给我们。这条路里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做4件事情。你自己能够自己谦卑，不是别人压迫你的。你要祷告，因为你要跟神连接在一起。祷告神是怎样？求他的面，就是仰望，单单仰望在神，仰望神的荣耀，仰望神的圣洁，然后远离你的恶行。不是只有前面做就好，然后还是我行我素。不，你要远离你的恶行。神给我们承诺是怎样？他就要赦免我们，再次垂听我们，罪已经不再隔离在我们中间了，再次垂听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还要医治我们的地。你有敏锐的良心，就应该做到这样子。你建立敏锐的良心，有建立吗？用这一节，你来审视你自己有没有建立起来。要拥有清洁的良心里面，从施洗约翰里面，我们来看见，我们知道自己的命定吗？我们知道自己的职分吗？我们有在这个命令跟职分上来尽责吗？假定有的话，我们又领受了神的领受神之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吗？我们能够悔改，生命有改变的表现吗？能够荣神益人吗？就像施洗约翰知道他的命定是要怎样，他就做出他应该有的，从小淡酒浓酒不喝，到旷野里面去，因为不希望受到社会的污染。我们知道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吗？我们既然成为主的，接受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现在活的不再是你，乃是主耶稣在你里面活。你不再是旧的，你乃是新人的。你的生命有改变吗？你有改变的表现吗？你有能够荣神益人吗？这样才能够显出你是不是拥有那清洁的良心，最后你才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你要活出无愧良心，这边要问你说，你能让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你，有了救恩的确据吗？你有这样子的确据吗？就像主耶稣跟撒该说的，今天救恩临到你家。你觉得主耶稣会跟你这样讲吗？今天救恩要临到你，你有了救恩的确据吗？有了之后，你是否会不再良心不安，没有亏欠呢？过无亏良心的生活。B 这一点，你可以来查证你前面那个点。你觉得有，好像有，又好像没有。你问你的良心好了，你良心会觉得很不安啊，会很没有亏欠吗？那个 pure 的良心啊，
不是已经受到污染的良心了，一个非常迟钝的良心，不是回到那些神所起初创造的那个良心，你会觉得良心不安吗？昨天也是周六礼拜结束的时候，也有一个人来问说，别的教派里面都告诉他说，他确定他可以上天堂。他问我说：“牧师这样讲对不对？”我说：“我不是神，我没有办法说他能不能上天堂，但是我确信我们可以上天堂。我们有救恩的确据，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最后合神的心意呢？是我们软弱的，我们常常一直在努力中。我想前面这个确据是一定的，神已经赦免我们了，神也给我们能够上天堂的这种的确据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上呢？就像雅各书来讲，雅各书在讲说，人是因行为称义；罗马书说是人是因信称义。哇，这两个好像互相抵触，到底有没有抵触呢？其实没有抵触。一个是在告诉我们要信主耶稣之前呢，我们因信称义。你没有办法靠你的行为，然后得到神，好像得到神的喜悦，然后就没有神早就拣选我们了。但是因为你信他，神就称你为义。但是你自己是不是值得神这样称你为义呢？你的行为应该要行出来，因为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你的生命不再是老我了，你的生命已经得到改变了，所以你的行为见证了你真的得救了。你真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告诉我们有救恩确定在我们身上，我们值得吗？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真的得到吗？这是我们应该要努力，人要努力的这部分。我相信这4个礼拜中间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有一个无可指责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呢？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的良心，所以我们要去对付。如何去对付呢？应该用真知识来对付。你明白上帝的真理之后，你就知道了哪一个是是非善恶，你非常的清楚，你就不会有那种软弱的情形。你如果来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你要常常知道说，我是一个不完全的，我是一个罪人。那我知道我这个罪人是有盼望的，因为怎样？神主耶稣可以赦免我，就像那个税吏一样，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开恩在我这个罪人身上。你就能够怎样建立你敏锐的良心？你常常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你要如何能够拥有清洁的良心？就回到施洗约翰一样，他非常清楚他的命定是什么。你有活出你的命定吗？没有的话呢，你接受神的救恩之后，你要有新的生命出来。你能够见证你的生命是一个荣神益人吗？有的话，主耶稣就要告诉你，今天救恩要临到你身上。你就有这个确据，你的良心就不再会是不安，而是要过一个无愧的良心。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操练中间，我们每天都非常有平安喜乐跟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还是会有，不可能说就没有了。但是你常常经过这个几个阶段，你发现你还是有软弱良心出来怎么办？求主赦免、认罪，主在帮助我们。对付我们软弱的良心，然后再重新建立起敏锐的良心。为何会有软弱的良心？因为我们不够敏锐嘛，我们有迟钝啊。为何会有软弱的良心？因为我们没有拥有清洁的良心呢，不是回到起初那个 pure 的啊，所以我们自然会这样子啊。经过这样子的操练，一再一再的操练之后，你可以越来的拥有无愧的良心，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最后就合神的心里面。所以结论来讲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要回到神的面前，为我们来认罪。其实今天讲到无亏的话呢，我们要提到几个无亏。你有没有曾经对人亏欠呢？你要找个适当的机会去表达你的亏欠，或是甚至你在物质上你都亏欠别人的话呢，记得要去还给别人，要求他的饶恕。求他的饶恕呢，就偿还你所亏欠的部分。这是行动上你要这样。不是说我嘴巴讲说我要过一个无愧的良心就 OK 了 ，no， 你要为你前面所经过这些不对的事情，应该去做认罪悔改，要有所行动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重建我们的心思，我
我们就可以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无亏的良心。原来的经节是清洁的清洁的心呢，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我们可以讲说，求主啊，为我造无亏的良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所以我们就要宣告说，上帝已经医治了我的亏欠，从今以后，我们良心乃是无亏的。在圣灵降临节的时候，给我们存在很大的盼望在，因为圣灵来帮助我们。他知道在我们的超人中间，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做到，但是神要帮助我们。你记着，有圣灵要帮助你，你要用谦卑顺服的心来求圣灵来帮助你。我们今天有小组里面有问题思考，让我们盼望都能够有所帮助，在小组中间讨论有帮助。盼望圣灵降临节的圣灵再次的提醒我们，圣灵要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付出我们该付出的代价吗？愿神祝福在所有愿意来追求能够活出无亏良心的人，都能够拥有无亏的良心。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4个礼拜的灵命操练中间，再次的来学习，我们要活出无愧的良心，因为我们希望拥有一个纯全的爱，而这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祈求神你帮助我们，不只是从理论上知道，我们更盼望在实际的行为中间也能够做出来。我们如何去对付我们软弱的良心？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敏锐的良心？我们如何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最后我们就能够活出无愧的良心。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操练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改变，也能够活出神你所喜悦的生命。献上满心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同心要再一次的将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新的诫命再次的宣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与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